股票響全球投資市場體系入邊，一直都扮演住一個舉足輕重嘅角色，係最多人關注嘅金融工具之一。但其實股票係乜？股票市場究竟係乜嘢原理同埋點樣運作？其中又有啲乜嘢需要特別注意嘅地方？今日我哋嚟淺談一下。何謂股票？股票係一種投資工具，係代表持有人擁有公司部分嘅擁有權。當你買入某間公司嘅股票，你就已經係公司嘅股東之一，可以分享公司嘅盈利同埋投票權，亦都可以通過股票價格上升賺取收益。換句話說，你擁有公司資產嘅持份權。股票市場，股票市場係一個俾投資者買賣股票嘅平台。主要分為一級同埋二級市場。新股發行市場係公司首次發行股票俾投資者嘅市場，幫助公司籌集資金，用於業務擴展、還債或者其他營運需求。股票交易市場係投資者之間買賣股票嘅市場，例如香港交易所、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或者納斯達克。具有流動性，投資者可以自由買賣股票，係股票流通嘅關鍵。股票市場嘅原理同埋特點，股票市場就好似一般市場咁，由賣家定價，買家自行揀選心儀嘅價格就可以進行交易。原則好簡單，低買高賣。例如你用9蚊買入一隻股票，一段時間之後，如果可以用12蚊賣出，你就賺咗3蚊啦。而每一宗交易嘅完成都會即時影響股價嘅變動，即係股價會隨住市場嘅供求而不斷波動。股票投資嘅優勢同埋風險，股票市場有幾個優點：一、透明度高，上市公司必須要定期披露財政報告同埋其他重要資訊，有助於投資者評估企業嘅表現；二、流動性強，股票市場交易活躍，投資者可以快速買入或者賣出股票，隨時都可以將股票轉換成現金。三、投資選擇多樣化，股票市場提供多種嘅投資選擇，投資者可以根據風險偏好選擇唔同類型嘅股票，好似成長型、價值型、藍籌股，適合唔同風險承受能力嘅投資者。如何判斷股票價值？股票價格嘅高低未必代表股票值唔值。真正要睇嘅係公司嘅內在價值。舉個例子啊，一間每年賺1億嘅公司，股價可能係$200，但係如果佢嘅基本面穩定，未來盈利嘅能力有保證，咁就算股價高，都可能係值得投資嘅。從長遠睇，股票市場有財富增長嘅潛力，投資者可以透過資本增值同埋分紅分享公司嘅成功。不過，股票亦都唔係冇風險嘅。應否選擇投資股票？股票嘅價格波動比較大，經常受到政策變化、經濟局勢甚至市場嘅情緒影響，有機會出現重大嘅損失。加上資訊不對稱，大型嘅機構往往會比散戶更加快掌握市場嘅動態，新手會好容易作出錯誤嘅決策。通脹會令現金嘅價值逐漸減少，長期唔投資嘅話，基本上就係將錢嘅價值拱手讓人。不過，投資股票之前，一定要評估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如果呢一刻你對股票市場完全冇頭緒，最重要嘅投資就係自己買啲入門嘅書睇下，上啲關於投資嘅課程，或者持續學習財務嘅基本知識，先至係進入股票市場嘅第一步。今日我哋了解咗股票嘅幾個重點，股票投資有風險，而知識就係最好嘅保障。只要你肯花時間投資自己，掌握正確嘅方法，有一日你都可以喺股票市場上有所收穫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